近呢一個月球證同埋球例仍然都係球壇討論嘅焦點之一。雖然就唔似前排咁討論得咁熾熱，但係被譽為英格蘭數一數二嘅球證米高奧利華喺早前足總杯水晶宮對住米和爾嘅賽事，竟然企一個較為近嘅位置都可以走漏咗米和爾嘅龍門羅拔斯嗰下飛天殘雞腳，踢中水晶宮嘅前鋒馬迪達。馬迪達就慘啦，除咗真係中得好犀利之外，甚至足球生涯都有機會從此完結。奧利華呢下嘅過失真係令人不明所以，連一張黃牌都冇，好彩之後 VAR 睇翻就補翻張紅牌啫。咁所以球證嘅問題就係日日新鮮日日金噶啦。球證嘅問題就並不是今集主要我所講嘅嘢，而係同球證息息相關嘅球例。因為球例其實近年都比以往改動得多，包括球員射12碼、龍門要雙腳企住門線前邊等等嘅規矩。但係有啲改例，我就覺得係咪應該要做呢？有啲可能越改就越令人混淆同埋摸不着頭腦嘅。好啦，其實要講翻月頭國際足球總會理事會，即係簡稱 IFAB， 專係管理足球條例嘅一個獨立機構。咁呢就通常都係同國際足協定期都會有會議嘅。好啦，咁喺3月頭嘅會議之前呢，其實傳咗一個消息，呢個消息亦都有而家身處國際足協足球發展部門主管嘅雲爺爺雲家有份提出。當中有4點，有3點就係同我頭先講嘅球證有關係，但係就唔係直接針對球證嘅水平而定嘅，反而就係同 VAR 有關係。咁我從細 A 嘢開始講起啦。第一點呢，就係話球證真係可以停標嘅，因為遇上啲嚴重受傷事件、球員衝突，甚至乎其他滋擾事件，球證停標似乎係一個幾好嘅做法。呢度就冇包括話連去睇 VAR 時間球證都可以停標，但係其實都可以咁做嘅。呢個直接好處就係話，因為有時球員嘅受傷，尤其是輕輕地嗰啲呢，係有浪費時間之嫌嘅。咁如果球證一停標，係絕對有機會杜絕呢個情況嘅發生，亦都唔需要再見嗰啲超長嘅補時。咁當然現行嘅規矩其實球證都可以自行停標，一有球例嘅疊加支持呢，呢樣嘢就真正可以成為慣例。好啦，第二點，亦都不幸地成為今次3月頭唯一一個成真通過咗落實嘅條例，就係話當一個有爭議嘅情況或者判決受到 VAR 嘅檢閲之後，球證就可以透過場內嘅廣播同一眾嘅球迷、球員、職員就講點解會有呢個嘅判決。嗱，我個人覺得呢樣嘢可做可唔做啦，始終最後判決係點都係由人去決定，只不過透過 VAR 呢個技術嚟到幫手，但係可以同球迷嘅觀點都唔同嘅。而且而家呢個所謂透明度高少少嘅做法，其實已經喺某啲嘅比賽都實行緊㗎啦。好，第3點其實就係仿效 NBA 或者網球比賽都有嘅，就係容許雙方嘅教練對一啲爭議性嘅情況同埋判決，要求球證同埋 VAR 團隊嚟到檢閲，但係呢就有次數限制嘅，唔係無限次嘅。好啦，咁首先個次數點定呢？有冇個真係好客觀嘅數字，定係一個可加可減嘅機制呢？呢樣嘢其實都影響咗雙方教練呢啲所謂職場上訴嘅策略嘅。而最後一點，我覺得對球壇嘅發展會有較大嘅影響。咁就係喺越位嗰度，呢點亦都係雲家應該有好大嘅提出。因為而家 VAR 一睇究竟球員有冇越位，要度線度得好準確，條鼻毛、半隻手指、個鞋頭都要度得好準，突咗滴咁多呢，都係當你越位。總之簡單啲嚟講，如果一拉線拉唔到，兩個球員真正平排呢，都係越位。
但係雲加就講，與其要 VAR 咁麻煩咁做，咁不如而家就係要成個球員全身所有嘅位置都超越最後一個防守球員嘅身軀，咁先為之越位。呢樣就確實真係消除咗頭先開始講嗰啲咁嘅 VAR 爭議，同時間呢，又創造咗另外一個麻煩喎，係嗰個千鈞一髮之際，又係要 VAR 睇究竟嗰個球員係咪真係完全越過最後一位防守球員喎。嗱，雲加呢個原意呢個革新可能係好，但係幸地其實都逃唔過身位上面嘅爭議。所以我又唔覺得個好大膽、好創新嘅建議，一個好嘅嘗試嘅。不過，而且呢，我覺得呢個如果真係上馬嘅話，衍生咗一個嘅轉變，呢個轉變絕對係有機會改變而家世界球壇嘅打法。正正就係因為球員而家突咗少少出嚟都唔當越位，咁所有裝越位前壓嘅打法，可能好多球隊都唔會採用啦。因為要自己嘅防守球員係好準確，幾個一齊令到對方嘅進攻球員個成個身位出嚟，其實難度幾高嘅，紀律性可能比以前沙基嗰套更加大嘅要求。咁如果呢個例有機會上馬嘅話，咁而家球壇好興嗰啲前壓控球在腳後場組織運上去嘅打法，可能會變做更加多嘅球隊去返拍大巴或者移後防線嘅打法，未必一定隊隊都變晒好防守好保守，但係最起碼會將成隊波中後場就會移後一兩格咁樣踢。如果技術性啲嚟講，就係可能變咗 low to mid block 咁嘅形式去到打，咁打出嚟足球呢，可能比而家實際啲、務實翻啲，壓迫逼搶嘅時間同埋程度可能比而家遜色嘅。所以話，我覺得上馬嘅話，呢個會有機會扭轉球壇整體打法呢個風潮啊！咁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係好事，因為而家前壓控球在腳嘅打法實在太過普遍，隊隊都係咁樣抄住嚟踢，基本上就冇晒個性嘅。如果而家均勻翻啲，多啲唔同特色嘅球隊出翻嚟，都未嘗一件壞事。咁但係如果喺越位嘅爭議上邊，我又覺得真係未圓滿咁解決到。而且最大問題就係頭先講咗3月頭嘅會議，只係審議同埋通過咗球證公開解釋 VAR 判決呢點，其他我頭先所講嗰3點呢，就完全冇喺今次會議嘅議程入邊出現過嘅。亦即係媒體今次係有機會吹錯咗風，但係唔代表再下一次會議冇嘅。但係今次嘅會議會影響到嚟緊世冠盃喺夏天嘅比賽。而家今次新定嘅規例亦都會喺世冠盃入邊實施嘅。咁所以我頭先講主要3點嘅改革，大家將唔會喺世冠盃嗰度見到住。咁反而另外相對上細 A 好多嘅球例改變會出現到嘅。咁其中一個會影響守門員啦，就係而家守門員雖然都有規例寫住話，如果個波喺佢手上持球多過6秒嘅話，就會被罰間接持有球嘅。但係執行呢個規例嘅球證其實係好少嘅而家。好啦，但係新嘅嘢一出呢，寫明唔准守門員持球超過8秒，如果唔係一律都係令到自己球隊輸一個角球。所以對於好似拉也呢啲守門員嚟講，呢個新例值得佢哋要留意嘅。好啦，呢點呢已經係今次會議通過嘅較大影響嘅一點。其餘嘅就係講當個波撞到球證或者係球賽被球證吹停咗之後，波再開時候要點處理呢？通常嘅處理方法就係俾翻最尾足球嗰個球員嗰隊波嚟到開嘅。但係而家新例就係話，如果停嘅位置唔係喺禁區入邊，因為禁區入邊通常都俾翻守門員啦。如果係禁區出邊嘅話，就會俾翻有機會進攻嗰隊嘅球員嚟到開，而唔係俾最尾足球嗰球員嚟到開嘅。咁呢個就係個修改啦。咁另外一點都係細 A 嘢嚟嘅啫，就係可能當個波接觸到球隊嘅職員，
被換入或者係準備換入嘅球員，暫時要離開場上嘅球員，或者被紅牌驅趕嘅球員。波一律如果掂到呢啲球員或者係職員嘅話，就會有一個間接自由球俾到對手，就唔會俾牌俾涉事嘅球隊或者球職員嘅。哇！咁一聽我一開始講嗰4點嘅條例修改提議，同埋而家真正確實嘅修改，個反差好大啊！因為而家呢啲細嘅嘢就完全冇涉及到球證同埋 VAR 嘅議題，甚至乎越位呢個盲點。咁我相信今年之後嘅會議都有機會會被提請上去嘅。我諗真係有機會大家會睇到新例對下年夏天北美世界盃嘅影響係有幾多，絕對都係一個參考指標嚟嘅。但係個人意見呢，我開頭講嗰幾點嘅修改又唔係見得啲好有革新創新嘅建議，不過真係對球壇會有一定嘅影響性。咁即管睇下到時落實之後會點啦。好，呢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拜。